星期一早上，假期日，趁住一般日子去假日會逼到爆炸嘅咖啡店飲茶，冇諗到我休息，佢亦都休息。之後唯有去到另外一間咖啡店，一間同樣都係懷舊 feel 嘅咖啡店。遠昌隆咖啡店位於茨廠街嘅戲院巷，亦即係櫃仔巷。佢嘅前身係一間郵政局，兩層高嘅舊建築，有100多年歷史之久。而家除咗保留住原有嘅樣貌之外，同時亦係一間提供當地美食嘅咖啡店。咖啡店嘅佈置洋溢住懷舊色彩，氣氛比一般昏暗嘅咖啡店復古嘅環境，同時亦融合咗大自然嘅元素。店內嘅一邊利用咗透明瓦頂採光，大自然嘅光線照射住各式嘅植物同盆栽，再加上海上嘅魚缸，散發出生氣勃勃嘅氣息，所以我好自然地選擇咗靠邊嘅位置。早餐我哋點咗海南茶，甜到隨時會中糖尿病嘅麥樂，一份補充元氣嘅生熟蛋，一碗有幾隻肥蝦嘅雞絲河粉，豉油咖央蒸麵包，合共22.8，好唔好食？有得選嘅話，我會去河九排隊。當然，口味呢家嘢係好主觀嘅。食飽咗，我哋上到建築物嘅2樓參觀。上樓梯嗰陣，不得不小心翼翼，一步一步慢慢嚟，彷彿歷史悠久嘅木級會承受唔住我嘅體重而突然間倒塌。樓上已經空置，不過上嚟打下卡亦無妨啊！離開咖啡店，我哋到四處逛逛，之後再穿過鬼仔巷，去到一間特色小店，叫咗2杯嘢飲。其實出嚟 KL 一趟，食下嘢就已經冇咗50皮。呢集分享完畢，我係鹹蛋，多謝收看，再見。